来看金华城案件，前台北市都发局局长黄景武因为金华城案件被列为被告。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良君呢，佮公布都发局的公布文，这黄景武签的内容有写着争取时效，嘛成为调查小组的议员轮流质疑的内容。这黄景武嘛对议员承认讲，当时有考虑到市长室有交办言语处理，应这个应晓议员嘛一再呢积极地协调。都委会呢建议的时阵是要求伊的用这种的项目爱符合公益性加对价性。知道黄景茂是不是要毕业了？他在驻都中心当执行长。前北市都发局长黄景武为证人专列做被告，即嘛，阁有一份争取时效的公文，互人压出来。黄景武亲身来等囡仔签协公文白纸黑字，请贵公司伫109年9月30正前提供相关的资料，而且为着争取时效，本府的都发局嘛会同步来签报召开专家学者的会议，验伤该申请案用这种的合理性。奇怪了，一个民间的改建案，为什么我们都发局要这么积极的来帮忙他？召开专家学者会议，其中还提到了争取时效4个字呢。民间的改建案争取时效，这又是为什么？这份公文嘛，加做议员轮流质询的重点问题。今年5月24号，黄景武亲身到议会科学化就当面质询。李正前一直叫专案小组召开会议，就是因为郭文铁签字叫领上都委会处理监视。市府提出无要互因途径的奖励，而且替伊关时效性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安怎要下这款的公文呢？黄景武就回答，当时考虑到市长室有交办演出，啊若应晓议员嘛一直咧积极协调，因为都委会演议的时是要求伊用这种的项目爱符合公益性，佮有对价性。不过即马调查报告外流，嘛互民众党的议员陈佑成真不满，点名调查小组的调集人游淑慧泄露着秘密的会议记录。黄景茂所证实的东西，其实在5月初的时候，在议会就被揭露了。检调有他侦查不公开的这个法律的限制，但是其他的行政调查并没有。市议员本身应该是揭露事实，而不是去掩盖事实。金华城连续拼官郭文铁嘛涉入备案，较早做伙做事的人嘛拢牵做伙，即嘛记录压出来，更较会当甲代志看好详细。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